咱的廖牧师，伊针对今仔日咱的选举，要甲咱讲的信息是领导者的气质，咱大家恭敬来听。各位兄弟平安。伫今仔日，咱有真重要的选举，伫后礼拜的选举也同款重要。伫咱每一摆咧挑找上帝的心意，每一摆咧挑找适合的同工的时阵，今仔日要用一个主题，甲大家来做伙分享，就是领导的气质，就是领导者的气质。伫一开始，咱要做伙来分享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上特别的所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台湾整个的社会已经有150年久。那论到对台湾社会的贡献，差不多咱会讲3点。上重要就是西洋的教育，第二就是西洋的医疗，第三就是民主的制度。西洋的教育甲西洋的医疗，虽然伫初入来的时阵，嘛有受到小小的抵抗甲议论，但是因为伊对整个社会真侪民众有真大的帮赞，所以就受到足大的接纳。但是民主的制度，通讲用100年久、1世纪久，真侪人用性命来坚持，才得到开花甲结果。但是咱会讲，伫台湾真短、真浅的民主的实践内底，也拄着真侪问题。伫这个问题内底，就有真侪人类似讲，上帝治理就好，为什么需要民主？甲一群人扣做伙讲足久，无一定有结论，安尼刚好。嘛有人会欣赏讲，着精英统治就好，找一群老人交互伊，互伊去劳苦背重担，安尼咱较闲嘛较快乐。咱嘛会讲，教会内底既然教会内底有民主制度的效率都较歹，因为讲足久无一定有结论，所以要安怎？咱会问这个问题，咱会有真济的张图甲挑找，才会提起拢真正重要。但是有一件代志搁较重要，就是咱唔好袂记哩台湾的民主真正无容易得到，守护伊就搁较困难。所以，咱若坚持民主的道路，是因为咱建立咱的基础伫天父人权，就是上帝所赏赐的人权。那咱坚持搁相信，是上帝互人类伊的样式。伊的形象，互咱会当亲像上帝同款，有判断的能力，阁有执行的意志。那咱坚持咱的民主顶面是上帝的治理，互咱会当伫教会内底顺服耶稣基督，彼此成做肢体的时阵，咱就爱一方面知捌怎样来坚持，阁怎样来应变。所以一方面，咱爱知捌怎样坚持用民主的程序来得到共识这个过程。另外一方面，咱嘛爱同时来反省，怎样让这个制度会当运作了更较顺遂、更较舒适、更较彻底来顺服上帝的心意。今仔日是长老的选举，后礼拜是执事的选举，这是教会在形成共识，在推举同工的时刻。通常咱会用保罗先生来教示提摩太以及整个的教会的这个提摩太前书3章1到7节，也是搁后壁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教示来讲。但是咱看这个教示的内容，就会发现讲，哇，长老至少16项，执事嘛超过10项。紧紧的家己高高选选的，无人会当当选，敢若耶稣会当选执事甲长老尔。但是耶稣有当时脾气嘛无介好势，无一定100%温柔，安尼啥人会当做上帝的萝卜甲同工呢？所以今仔日大家拢足知迄段经文，我就无用迄段经文来分享，反正我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做伙来思考，怎样成做上帝的同工的萝卜。伫这头前，咱会当停落来，小可想一项足重要的代志。咱若考察整个的教会历史，就发现一项代志：
有真侪真好、真敬虔的基督徒，但是毋是所有敬虔佮好的基督徒拢是好的领导者。有真侪真好的基督徒，但是毋是所有好佮敬虔的基督徒拢是好的领导者。讲一个例就好，伫英国的历史内底有一个叫做 Charles First 查理一世的国王。这个国王呢，足敬虔的，读经祈祷苦修，支持教会扩展，所有经济拢放踮教会扩展内底来思考。但是做一个国王，伊完全无政治的 sense， 伊做足侪决策拢是毋对的，一个国家互伊领导甲强要逼开。伊最后真正是 first 第一名国王，伊是第一个去互处死斩头的国王，真做一个足悲惨的下场。伫这个故事内底，咱就开始思考讲真正毋是所有好佮尽忠的基督徒拢是好的领导者。安尼，真做上帝中心的管家，真做教会执掌这领导责任的长老。这长老伫咱长老教会就包括牧师甲信徒的长老，真做配合来执行这事工的执事，真做佮团契小组的会长、区长、组长，需要的就毋单单是敬虔、忠心命令，佮是治理的智慧，就是一款袂当欠缺的领导者的气质。所以伫遮，咱就要问讲，做基督徒的领导者，伊的气质袂当欠缺是怎样的气质啦？遮我简单分享3点来彼此勉励。第一点，一个基督徒的领导者必须要会当看见异象、领受异象，搁伫遮传达异象，伊爱领受异象，搁传达异象。异象这个字 vision 原来就是看见的意思。那咱用民数记24章16节，伊就安尼讲，会当听见上帝的言语，明白至悬的旨意，看见全能的异象，看见，就是看见上帝对这个教会的心意是啥物，就是看见这个教会的未来。一个领导者若无异象，就是心内青迷。若是领受清楚，佮会当实践的异象，就会坚定带领整个基督徒的团体、整个的教会往头前来跑走。但是领受异象抑佫无够，抑佫会当传达异象。传达异象有2个足重要的功效：第一是确认这个是上帝对这个教会的心意。另外一个是为下一步来有备，就是为着组织同工来有备。怎样安尼讲？第一，确认是足关键、佮足重要的过程。咱领受一个异象，咱怎样知影这毋是戆人熬面梦呢？戆人较熬面梦啊，做足侪怪梦啊。咱怎样知影讲毋是昨龙虾食伤济，牛排食伤济，袂消化，所以暗时困了歹。做怪梦呢？除了咱一步一步用祈祷来进一步追求以外，咱来透过甲兄弟姊妹做伙分享来确认，那这是上帝的心意。咱会发现一件足趣味、足奇妙的代志，就是上帝的当时感动，也是先后感动真侪人。甲这个感动放点真侪兄弟姊妹真侪同工的心内，咱会发现得不孤必有邻，得不孤必有邻。咱发现上帝原来早就准备了好势。更较重要的是，咱透过这款的分享，咱会看见，咱得到2种的回馈，一种是意见的回馈，透过大人将各种的意见拢汇集一来，咱就互代志会当搁较周至、搁较顺序、搁较妥当。另外一款是人的回馈，就是咱会发现，原来咱的教会内底，伫每一个角落拢有稳重的同工，因拢伫遐已经有备好，诚做事工的帮站。所以
为当看见以上，佮清楚正确来传达以上，是成做基督徒领导者的第一个要紧的特质，第一个要紧的气质。看见以上，就互这个领导者甲上帝建立迄个亲密的关系；传达以上，就互伊甲人建立同工的关系。第二点，这个基督徒好的领导者，爱当组织同工，分工合作。组织同工，分工合作。耶稣对于学生最后的吩咐命令，就是咱作识这个大使命，其实就是一个组织的命令。伊安尼讲，耶稣对因讲，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拢已经赏赐互我了，所以恁就去，互万百姓做我的学生，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受洗。既然我所吩咐恁的，就假使因遵守，我就甲恁三脚地地，直到世界的落尾。但是组织也阁无够，爱分工合作。所以使徒保罗一摆搁一摆伫遐劝勉教会讲，恁是基督的身躯，搁彼此正做肢体。恁是基督的身躯，搁彼此正做肢体。搁讲，着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着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成功的领导者会当吸引真侪人甲伊同工。当伊咧传讲这整个的异象的时阵，听见的人拢会感觉足新鲜、足兴奋，心内着跳，进一步想要加入伫这个成就异象的行列。但是真侪人到这个领导者的头前讲，我愿意来参与的时阵，伊毋是干那甲换手，佮甲互伊伫遐家己伫遐孤单服侍尔，伊爱知影，伊爱有这个智慧的眼光，知影上帝对这个同工真正特别的赏赐的恩赐伫对，上帝对这个同工的心意伫对，所以伊就将正确的人放踮正确的位置。伊将正确的人放踮正确的位置，安尼无够，佮将这个人彼此连结，用基督正做中心甲溃烂，互真侪事工的细节，虽然真正复杂，但是会当伫遮运作了真正顺遂事实。所以第一段经文，咱今仔日读的虽然真长，但是最后迄个重点就是伫遮，爱有对顶面来的智慧。互人和平，佮结最好的果子。一个基督徒的领导者，若有对天来的智慧，就会看见上帝对每一个同工的心意。伊若会当连结彼此，互大家合一，就会互人和平。大家做伙和平，分工合作，就会结最好的果子。伫这个中间有一个关键的心态上重要，就是敬畏基督，彼此顺服。敬畏基督，彼此顺服。成功的领导者是一个知捌顺服重要性的人，伊知影彼此尊重，伊知影充分授权，伊知影伫咱彼此负责的领域内底，爱尊重上帝对这个同工的抹油甲还手。顺服伊的决策，咱就赢着别人的尊重甲顺服。咱彼此顺服，彼此伫所负责的所在来尽忠，教会就安尼得到加倍福气。伫教会内底就无够有纷争，无够有分裂，无够有嫉妒，无够有攻击，来减损甚至是毁灭大家着外的努力。而且这个教会就会充满效率。这个效率英文讲 God's speed， 神速的效率，上帝的效率啊，上帝的速度来进行每一项的事工。第三，基督徒的领导者爱一方面知影坚持成功，一方面知影灵活应变。开始一件事无容易，要甲彻底完成搁较困难。基督徒领受的第三个
气质所以伫遮就爱坚持搁应变。那咱年纪渐渐大，咱经历这个世界的人事渐渐多，咱就发现一个足重要，但是足趣味的一个代志，一个现象，就是咱发现要坚持对的代志，要坚持好的代志，比甲人做伙做歹较困难。咱要坚持好的代志，要坚持对的代志，比甲人做伙做歹较困难。为什么？你讲好的代志应该坚持啊，哪会遮困难？做伙做歹较容易，足奇怪，咱会足奇怪。但是咱若去思考伊，就会发现，因为进步需要改变真侪人的习惯，因为进步需要去减少真侪人的利益，因为进步需要真侪人用真侪气力、心智、熟练的基础等等来拍拼。这款充满改变、吃开、着磨的代志，要第一时间真侪人甲你按赞，有困难啦。但是上帝爱咱改变，上帝命令咱改变，救恩的本质就是改变。所以耶稣嘛足坦白甲咱警告讲，伊讲若有人要对我，就通派伊的十字架，放下家己，搁派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若有人要对咱的主耶稣，就爱放下家己，派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伊。进步需要改变，改变需要坚持，就是改变甲进步，实在是一个叮当的十字架啦。如果是家己的十字架，毋是别人的十字架。什么是家己的十字架？就是甲你家己、甲我家己，迄种种老的罪性。种种老的歹习惯，拢定死伫十字架顶，才会当成就上帝的旨意。要一个人派十字架，已经无简单啊！要一群人做伙派家己的十字架，百倍困难。所以，一位成功的领导者，要有定军伫石盘顶的坚持气力。伊面对风影无所惊吓。还有人讲，日本人在讲领导者上好的一个叫做风林火山的概念，内底迄个叫做不动如山、不动如山的精神。用现代话来讲，就是连眉毛都不动一下的这款的真正平静安稳的精神。因为伊知伊倚靠是上帝，所以伊无摇掣就无惊吓。但是实行的时阵，咱会拄着真侪问题啊，咱会拄着真侪困境啊，咱会拄着真侪变数。咱唔通伫遮讲我着不动如山，所以我铁帮一地，搁控制你的，搁 stainless， 我绝对无要震动。咱来知，咱所坚持的是原则，是目标，是意向，毋是遐个真细的细节，毋是一定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所以耶稣伫圣经内底有一个足深的教示，像甲咱常常感觉足歹理解。伊讲：我找恁去，亲像羊进入豺狼的群，所以恁爱安怎？恁爱灵巧亲像蛇，顺良亲像猪啊！灵巧亲像蛇呢？灵巧这个字伫英文内底是 wise， 就是有智慧的意思。什么是有智慧的领导者？就是永远有一个柔软的心，永远会当不断互上帝来改变，永远会当接纳真侪无共款的同工，佮善用因的文字，互上帝的事工会当得到成就。今仔日咱要做长老的选举，后礼拜咱要做执事的选举，其实每一摆咱咧推举咱的牧长、中职，甲咱的同工的时阵，拢是一款双边的誓约，双边的誓约，就是咱照上帝的心意选择了牧者、中职、同工，咱也选择了咱爱服从、顺服、尊重军队的对象。那照保罗先生的教示安尼讲，既然掌权的人就顺服伊，因为无权柄，无出于上帝。
凡既然掌权的，拢是上帝所命令的。这句话毋是讲所有掌权的人拢是对的，伊无讲哦，无讲所有掌权的人拢是对的。但是伊一条强调的是，权柄的源头是对上帝所来，所以咱就伫无违背信仰良心甲道德伦理的大方向顶面，学习尊重掌权的人。因为咱尊重遐个掌权的同工，就是对上帝的尊重，就是对上帝的尊重，佮尊重上帝所设立的次序甲纪律，安尼行，团体才有效力，团体才有效力来执行上帝的圣工，才会得到上帝大大的使用。所以保罗伫遮搁进一步来教示，也就是咱今仔日读的第二处的这个经文的所在。伊讲，遐个熬管理的长老，咱来加倍尊敬伊；遐个调外传讲教示的人，咱也着安尼。所以我亲爱兄弟姊妹啊，伫选举中间，伫新入的中职咧就职的时，咱毋是讲啊选出来，感谢主。继续努力甲拍扑啊，安尼就煞。咱是甲因做伙使用，要做伙诚做上帝圣工的领导者、扶持者、参与者。咱领受共一个使命、共一个责任，咱也伫遐做伙来为着上帝国的扩展，基督教会形体调外尽忠。所以，咱若尽忠服侍。服侍的果效就诚做看印，咱也做伙受荣耀，受上帝而乐。若咱亚咱，若咱真正疏忽，咱就做伙受到减损，做伙受到毁坏，也互上帝圣名得到侮辱。所以，伫每一摆咱参与伫同工的选举内底，咱爱伫祈祷中问家己三个问题。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帝啊，你要显示和相邻教会意向是啥物？求你显明你对相邻教会的心意。上帝啊，你要显示相邻教会意向是啥物？求你显明你对相邻教会的心意。第二个问题，上帝啊，伫这个心意内底，你要竞选治罪，诚做你的萝卜。诚做你的同工，求你互我明白，佮顺服你的心意。上帝啊，伫这个心意的内底，你要选择治罪，诚做你的萝卜，你的同工，求你互我明白，佮顺服你的心意。第三个问题，上帝啊，伫这个心意的内底，我通做啥物？求你垂听我。伫这个心意内底，主啊。我伫遮，我通做啥物？求你垂听我。那上帝感动你，诚做忠直同工，佮用选举来显明伊的心意，请你毋好提示，尽忠职守，得主而乐。我亲爱兄弟姊妹，我搁较要勉励咱大家，毋好互咱的同工孤单，爱伫因的成就内底而乐鼓励因。爱伫因的软者亚善内底扶持帮助因，爱伫因受攻击、受诽谤的时阵保护因，为因来讲话。那安尼，咱透过常常的祈祷、凡事的同工，就咱伫最后面对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时阵，会当做伙得到乐乐，做伙得到荣耀。伫咱较定啊，伫做伙来念迄个回应诗的时阵，我希望每一个兄弟姊妹用祈祷的心来念，因为上帝呼召咱每一个人，无看咱的不配，却看伊的疼，所以咱若受呼召，就受差遣到各所在，为伊的缘故来服侍伊，诚做好佮尽忠的萝卜。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差遣我每一个兄弟姊妹，
你无看见阮的不配，你看见阮是你所创造迄个特别，搁真得到你疼痛、赏赐的囝儿。主求你提见阮的时阵，你互阮无孤单服侍，你扶持，你帮赞，你提醒，你教示阮，互阮的服侍顶面哪来哪进步。主啊，你的疼痛是遮尔大，因为你拣选不配人，互阮成做你的奴仆，成做你的朋友，成做你的同工。主，你保守整个选举的程序顺序，互阮看见你的心意，也看见你所选择的同工，搁伫祈祷扶持内底，甲因相同行，互教会兴起，上帝的圣名得到学乐。安尼祈求，安尼感恩，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